帖撒罗尼迦后书第1章，保罗洗略提摩太，写批予帖撒罗尼迦伫上帝阮的父甲主耶稣基督内的教会，愿恩惠平安对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归予恁。兄弟啊，阮应该为恁常常感谢上帝，这本是合宜的，因为恁的信心格外加添，并且恁众人彼此相疼的心也拢充足，甚至阮伫上帝的逐个教会内为恁夸口，拢因为恁所受的一切困迫患难中，照顾存吞忍甲信心，这正是上帝公义判断的明证，互恁通算配得上帝的国。恁就是为这个国受苦。上帝既然是公义的，就的确将患难报应互遐个加患难互恁的人，也的确互恁这个受患难的人甲阮同得平安。迄时主耶稣甲伊有能力的天使，对天顶伫火焰中显现，要报应遐个毋认捌上帝，甲遐个无听叹我主耶稣福音的人，因要受刑罚，就是永远沉沦，离开主的面，甲伊关联的荣光。这正是主降临，要伫伊信徒身顶得到荣耀，搁伫一切信的人的身顶显做稀奇的迄日。阮对恁做见证，恁也信，因为安尼，阮常常为恁祈祷，愿阮的上帝看恁配得价所得的调，搁用大能成就恁一切所宣布的良善，甲一切因为信心所做的工，叫阮的主耶稣的名伫恁身顶得到荣耀，恁也伫伊身顶得到荣耀，拢照阮的上帝，搁主耶稣基督的恩。